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3月初2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的天气真寒，玉山早时也落雪咯，所落来明仔载到后礼拜二天气会渐渐稳定，高温通到30度左右。家人有火车落入派出所，警员所有红人弄死的事件，今仔日派出所抗红龙9吨，台湾市长侯友宜、内政部长林佑昌落到伊的灵堂入乡。金门并存事件双方进行坐摆的协商，今日早时下晡又搁再协商。另外，伊内政委员会后礼拜一也会邀请相关的单位做专案报告。新闻先先来关心，今仔日全台拢感觉气温有下降，冷气团是等来影响咱台湾。伫今仔日早时，玉山的主峰也落雪了。也拿今日接落来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仔日暗时开始水气就会调到减少。明仔载到后礼拜二，天气拢会渐渐稳定，高温有机会到30度。但是后礼拜3开始，阁有一波锋面甲冷气团会南下影响咱台湾。强烈大陆冷气团发威，玉山初2早时8点外落冰珠，10点外出现短暂的落雪，积雪有2公分。风口天卫沙变做敢若冰雪磅空，关山所在敢若全部人也糖霜，四界拢是白色的。不过气象署讲，初2暗时入夜了后，水气会减少，山区落雪机会也降低。对初3礼拜开始到初5下礼拜2，各地天气慢慢回稳，气温也清悬。但明天的话，主要还是以东半部地区，还有在中部的山区，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雨的状态。那4号到5号，天气上就更加的稳定了。另外，气象专家也提醒，习惯的天气也未结束，未来19拢是水气较潮的这天气的情形。因为下礼拜3、初6也有一波锋面，加大陆冷气团会落来，到时阵北台湾温度可能会降到14度左右，而且线内下礼拜6一股锋面会来。台北气象站来讲的话，它的温度大概就是12度到14度左右。苗栗以北风望地区可能大概就是10度左右的低温。气象署提醒，未来一礼拜天气3阶段变化，温度起降真大，提醒民众要注意温度变化。出外时阵要看天气穿衫，也若是半晡甲外岛较会大高雾，影响能见度。民众出外要注意路况，抑个航班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2月底，家人发生火车弄到派出所内底，警员所欲红人弄死的事件。现主时发生事件，派出所门口已经放一个红龙9吨。今仔日新北市长侯友宜、内政部长林佑昌弄到伊的灵堂念香。即马警政署长黄兆明也统领全国的各警察机关，要强化相关单位的安全防护设施。家人被盗分子所头前放一个阿摩头的红龙9吨，互值班警员会当安心执勤受理民众报案，避免搁有车辆而冲浪，危及警员的安全。这跟原本前面是平的有落差，不然那个车子这样撞进去真的很危险。像上次这个事情有没有这样冲击的话，至少会有一点障碍物可以阻挡一下。八毒所我们现在已经协请了这个热忱支持的警友。来做了一个防撞的一个纽泽西护栏的初步设计。因为被盗分子所2月底时，和生干的查某人驶火车冲浪，造成24岁姓苏警员不幸殉职。家人警察局表示，姓苏警员是警专40期毕业，去年10月才分发到被盗分子所，做警察不到半年就遭到逮捕。那姓苏警员的妹妹也立志要做警察，目前是警专41期学生，比哥哥晚1期。警政署表示，会以家属意愿协助妹妹分发到家乡金门服务。我了解他们都是金门籍的那也期盼说有一个机会回家乡服务，那这方面我们都会来协助来处理。警政署强调，已经下令全国各警察机关强化各主题安全防护，而且执勤同仁提高警觉，确保执勤安全。那性感相关，敢是有食道还是酒驾？怀疑已经对性感查某人遗体进行采样抽血，以厘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捷运棕线过关路线会位桃园火车头到新北市中和新路线的回流站，这个长度会有11公里外。目标是希望8年了后通正式通车。行政院副院长地文产业伫面册表示，串联代替的桃园站、桃园的捷运绿线、台北捷运新庄线等等，通甲台北甲捷运成做一个捷运新外款。行政院初一核定桃园捷运棕线综合规划路线，对桃园火车站到新北市中和新路线
回龙站长11.38公里，总共兴建7座车站，经费是456.49亿，中央负担238.42亿，地方分担218.07亿，目标是要拼8年了后能通车。那整体的路线的长度一共是11.38公里，车站会一共设置7座车站。有5座是地下车站，那2座是高架车站。这条路线会整个串联桃园跟台北都会区哦。捷运总线有台北、新北通园捷运系统整合效益概念，是通园到新北新庄区上底、上直接的路径。对通园到新北回龙坐捷运只要18分钟。为了让工程顺利来推动，捷运总线部分车站也调整真多地下化方案，克服车多落趴甲捷运一个市区路真位无路通去的议题，也避免市区铁路离徛街相近的问题。BRH01到 BRH05是为地下车站，避免市区轨道距离那个民宅过近，以及与市区狭窄道路相争。桃园到台北新庄最短最直接的一个路径，从桃园只要花18分钟就可以到达新庄，形成台北、新北、桃园的一个那个骨干。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讲，通园捷运总线再串联代替通园车站、通园绿线、新庄线、万代树林线，也甲台北甲通园连接真做一个捷运的生活区，也来往台北甲通园的通勤人口加一个选择。记者综合报道。环椒粉违法蓝苏丹红的食安问题，要搁继续发展。卫福部药署今仔日公布，有一批为中国进口的环椒粉验出苏丹红，到目前为止，计共有10批无合格，也有14批正在检验当中。检验结果按算后礼拜通全部出炉。新北市保新企业有限公司输入中国三和药业的辣椒粉，被检出苏丹色素，目前累计到了7批。食药署持续与卫生局合作，对于先前在边境做100%主批抽验之前已经输入的中国辣椒粉全面清查。新北市地检署侦讯了后，新亚公司泄漏的负责人，中央甲地方即阵继续追查有问题的食品。到3月初1为止，已经查扣26000公斤的环椒粉。台南市阁查到3批有问题的环椒粉，计共有4150公斤，已经全部拢落架。接落来，金门的丙醇事件，双方最近伫金门进行真济摆的协商。今仔日早时也进行80分钟无公开的会谈，下晡也阁再进行一摆的协商。也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后礼拜1会邀请海委会、陆委会即个单位，针对这个丙醇事件做专案报告，是引起一济讨论。不知道今天会有结果吗？金门快艇丙醇案件，初2早起9点，双方举行第13摆闭门会议。海巡署副署长柯正之甲陆委会海基会官员参中国政员，包括律师出席会谈。早起会议进行80分钟，下到第14摆会议，中国政员无愿意开会，后来搁进行协商，也毋过有缘无结论。根据了解，是因为拄着名词无共识，双方离开的时表情严肃，有缘什么拢毋讲。副主任，今天律师来是在协助确认。主任有好消息吗？主任，是因为签那个保密条款，所以不能讲吗？海巡署表示，目前也是秉持善意，继续尽上大努力，甲中国参加沟通，若会谈顺利有结论，中国代表也希望量早回国。第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调委高金素梅初4摆定邀请海委会甲陆委会进行专案报告，报告名称金门弄人案，引起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不满。关碧玲伫面册表示，报告名称违背事实的名词定位，应该是处理第6节快艇事故案专案报告定位这蕴含对协商过程中陆方主张所有权的协商状态，做一个名词上的善意。因过国民党团认为先自该名称，表示国会要求回实例。所以我们要求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应该要为此事擅自
更改报告名称，并且没有跟召委来沟通，来向国人道歉，并且好好的做内政委员会礼拜一的专案报告。国民党团表示，此时绝对会有动作。根据3高立法院的书面报告，还有会指出，此地依法有据，验过影像所证无够完备，为着避免类似案件搁发生，会专案调拨闭路器甲建置全时360度监视录影设备。记者综合报道。加沙的人道危机严重，29号以色列军队向当日领粮食的巴勒斯坦人开枪，造成几多百人死伤，是引起关注。美国总统拜登初一宣布，美军会向加沙空投援助物资。焦点联合国警告，加沙地区50万人面临饥荒，加加沙市巴勒斯坦人包围车队，小至要领粮食，却是由以色列军队开枪，造成10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伤的惨案了后，美国总统拜登初一宣布，要对加沙来进行头一摆军事的空投，发放食品甲物资。In the coming days, we're going to join with our friends in Jordan and others in providing airdrops of additional food and supplies into Ukraine. 外界对着加沙援助受到以色列军事行动，加沙无物件食的民众的夺取，也有以色列示威者主动进入这真侪阻碍，就连约旦甲法国已经展开空投的援助，美国几天来也加入，并且讲会长期继续安尼做。另外也想要用海上加其他运补的方式，并且讲以色列对空投的行动也真支持。一天前，以色列军队伫加沙市对着包围运输卡车的加沙巴勒斯坦人开枪，造成几百人死伤。以色列讲多数是巴勒斯坦人互相杀来杀去，人打人造成。不过上者讲，联合国团队入去当地便衣视察，也发现真侪枪伤。صحيح سواء دبابة أو جنود أو طيارة كله كان Then we have seen people with gunshot wounds. We have seen amputees. And we have seen children as young as 12 that were injured yesterday. These events cannot be allowed to go on. 这事件为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停火谈判增加变数。美国总统拜登搁再讲，希望以色列甲哈马斯伫3月70回教徒在戒月开始进前达成停火协议。预计时阵每天大约只有97台卡车会使入去加沙来补给，比1月150台减少真多。而且真无够来应付每个月500台救援物资的需求，人道危机一直拢在恶化。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初一伫罗西亚的首都莫斯科举办反对派的领袖纳瓦里的丧事，几落千个民众是到场致意，但是有人权团体表示，伫现场至少有67个人被警察掠走。当纳瓦尼的棺材被送入葬礼所在东正教教堂，周围大批支持者大喊伊名，情绪真激动。尽管当局部署真侪警力，警告会对无得到批准的集会抗议来采取行动，有关摩托阻挡几若千名民众来对峙，最后告别。Навальный наш герой,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человек, боровшийся за права и за нашу свободу. И чтобы все можно было решить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 мирным путем. 纳瓦尼是普廷上大的批判者，嘴巴红案头，罪名来入狱。伊原坚持留伫国内抗争。2月16日，地方流放的北极加监内底死亡。独立派俄罗斯政治人物加美国、法国以及德国大使，拢参加这场的葬礼。简单仪式了后，纳瓦尼被送往郊区的公墓去安葬。支持者对着灵车来献鲜花致意，大喊反政府、反战争的口号，一路缀到墓园。纳瓦尼的父母真伤心，陪伴伊后生来到墓园。伊的太太尤利亚是不出席。伊伫社群媒体是看到这个感性影片，表达哀思。迄天巴黎、伦敦这欧洲大城市，拢有对到伊的纪念活动。俄罗斯官方媒体是只有小篇幅来冷处理。民权团体讲，迄天俄罗斯16个城镇至少有67人被抓起来。纳瓦尼过10年来，全有超过400人伫相关的纪念活动被抓起来。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台中有一个查甫人食酒塞车，因为乌白塞车，互公车的司机饲喇叭。这个查甫人煞装入公车要拍司机，结果互司机压制报警。也那伫彰化市有民众食酒骑乌托摆发生事故，无愿意配合警方做酒精的测验，时间是拖了1点钟。
乌色旅行车经过台中市5环路流川西街口，一开始放慢速度，亲像要停车，也毋过佮突然往道边偏，后壁一台公车看到骑喇叭，佮紧急打动啊！两车驾驶就安尼停伫路中发生冤家，也毋过旅行车驾驶后来竟然冲起伫公车，动手拍司机。报警！这件冲突发生伫初一早起7点外，公车司机互攻击了后，也起来反击，佮将对方压制，有乘客斗相共报警，警方协报赶去现场了解状况，发现旅行车驾驶姓黄的查甫人规身躯拢是酒味，酒测超过标准值。中方违序行为，本分举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送请裁罚。另外，黄郎酒后驾车的部分，则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中华也有酒驾状况，2月27日晚啊，两台机车伫中华市西兴东路发生招弄，其中一名女骑士受轻伤送医，也毋过另外一名驾驶姓李的查甫人无愿意配合酒测，一直拖，伫现场甲警员录一点钟。理性驾驶啊，浑身酒气跟酒了哈。那在现场，民警指导他要来做呼气酒测的时候哈，他均以消极不配的态度，连在现场的另外一位驾驶人的家属都看不下去啊。姓李查甫人最后互警方指责，加上无想要抽回检才勉强配合酒测，因过酒测达到1.13毫克，警方事后将伊以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那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民间大发挥自我防卫，也有自救能力，就是真好的民防行动。登记倡议民防概念的乌心学院，今仔日伫桃园举办亲子活动，以趣味的方式教囡仔民防知识。另外，也有独立媒体出版第2版本的民防手册，以民间的力量斗阵培养社会的民防能量。斜一斜包斜的，这样斜的，然后再绕一圈圈斜的，然后再绕一圈，一圈，然后呢？囡仔摕药水布包大人着伤的空喙，这是长期倡议公民自主防卫能力的民间团体乌心学院办的活动，让大人囡仔认捌防灾的知识。这摆因到桃园办亲子活动，以趣味的方式教囡仔民防概念。我们现场这些摊位的话，有那些急救的教学，而且我们现场摊位的话，也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关于避难，然后你如何要去准备东西，这些部分的话，不但小孩子玩得很开心，大人也觉得受益良多。以黑熊学院而言的话，我们最重要的是着重于知识的教育，还有技能的训练。但是呢，在整个更广义的民防里面的话呢，它有很多是包括心防、民防，然后甚至还包括国防的部分。那因为我们上一次做的时候还没有做到这个，就是他们新的军服。哦，对，这一次也有改版，对，他们军服有改版。这本积极行动指南是独立媒体恶草出版，传达民防知识的手册。这是因第2摆出版民防手册，民众通线顶免费下载电子档，也通买到实体册。因为以早咱对战争的想法，可能是讲一旦战争，咱所有的社会啊，是讲经济拢爱停落来。不过咱为乌克兰即卖的代志，咱看到就是讲战争甲你的生活平衡，还是讲同时进行，这是一件有可能的代志。乌克兰罗西亚要咧小镇小重点讲，亲像乌克兰民间就有梦想，利用家己的个人气来帮助国家军队无资源。小重点望透过手册，互民众知影，若战争发生的时，无一定每个人拢爱上战场，若所有人拢通利用家己的专长，对国家付出，就是真重要的民防概念。记者顾问谢桂林，桃园台北报道。日本职业棒球队用米乌里巨人队90周年来台交流赛，今仔日甲明仔载伫台北大巨蛋举办。这是大巨蛋头一摆全部开放36000个位。今仔日巨人队甲咱台湾中信兄弟队的比赛票是全部拢卖了，甚至有球迷早时7点就到场来排队。巨人甲兄弟的交流战标定下到5点开始拍，指定买到内野区的兄弟球迷竟然早起7点就来排队。7点。抢商品啊！买酒纪念商品，也想要提早入来看大巨蛋的设施，2点1开放入场的一堆人。以前都要花钱去日本才能看啊，在台湾都可以看，而且是这样的场地，当然是很开心啊。超多人的，超多人，有冷气，那下雨都不会被，还有风不会影响。扣除4000个贵宾席，交流赛3.6万席全开。这场比赛全卖了，有球迷去年亚锦赛坐内野第1站，这摆抽到内野第4站的门票。
第一次从那么高往下看，我觉得这感受是非常好的。对，就虽然说可能球员的脸庞啊、动作可能没有办法看得那么的细腻、那么仔细，可是就是球的动向、球员的跑位等等，其实可以看得更清楚。知影球迷期待看到好比赛，两队伫赛前练习更加投入。古晋主战捕手大城卓三公，虽然是交流赛，古晋是算真的。本気で行くので、ぜひ勝って日本に帰れるように頑張り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打击教练都有跟我们吩咐，就是交代我们要怎么做这样。摕到20礼拜日本1的古晋，高手中职前期第1名的兄弟，交流赛还未必胜轰动。那这日台北乌阴落雨，球迷搁较会当直接感受有巨蛋真正真好，总算毋免搁因为歹天气败了兴趣。记者综合报道。别看春天的花蕊，即马当着时，伫台南碧河的花海时已经吸引侪民众来翕相。不过，因为这几年气候变迁等因素，即个各种花蕊的开花时间有较歹按算。亲像伫咧台南的客家，原底是按算2月底就要举办花季。不过，即马因为换偏见加上气候变迁，可能要延迟到3月底才通豆开花。班枝花当咧大开，柑仔红的花海有够水，这是有全球上水花道之一的台南白河林草比班枝花道。镜头扣远来看，除了这座800多公尺长的花道以外，4颗链顶嘛拢有花通欣赏，全长计强2公里。初期花季开幕，煞歹天落雨，不过也是请侪民众来看花兼翕相，甚至有人用班枝花摆各种图样。来遮行行啊，看花啊，木棉花足水的啊。安怎讲？今仔日有安怎？今仔有办咧健走活动啊。嘿嘿。来看感想安怎？袂歹啊，不过是落雨。看花木棉花斗安怎行，逐哪开讲啊，成常加减啦，但是嘛袂啦，都天咧做的，哪有法度？春天是赏花的季节，不过开花时间近来真歹按算。白河区长讲，去年3月初办的时，花开无4成，今年原本计划3月中办，不过过年迄礼拜天气热，地势加速班枝花开的时间，所以这阵才提早开幕。同款花期嘛有改变的，也佫有客家一重红。今年在地因为品种栽种，加上气候变迁，成长有较慢，所以花节延期3月下旬。今仔应该是暖冬的关系哈本来我们预计3月16想要木棉今年真的提早了，在2月下旬就一直开了。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规也能开啊，家里水安尼啦哈。新的品种当初不晓得它的成长体会比较缓慢呐，请教我们农改场的专家但是我们花的生长都很正常。这摆白河班枝花花期估算到3月中，那客家一重红是4月初才当咧开。那民众要赏这季节限定的花，就要赶紧把握时间。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海港城市家人伫咧古早时代、海运时代是真闹热，也发展出买卖过咸水货的特殊文化。但是即马因为时代咧改变，这款文化是渐渐啊消失。现总是有少年人登去家人要把这段历史重新讲予民众知影。稍等的下暗7点半，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网，带大家来看因的创意。罕见的期间，美军需要家人港执行补给的任务，所以形成苏当时真家业的咸水货委托行自路。不过对时代变迁，嘛渐渐加入历史。即马有回乡的青年，因为唔甘历史放放袂记哩，因做伙来进行上款，运用专业甲创意，彰显委托行的模样。在传承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更认识委托行，因为伊就会去听到讲较早的故事，像要安尼走。也意义是啥？透过设计物，然后就呈现地方的故事，然后给更多人知道。我觉得，当做这块代就幸福哎，这样对。虽然天乌阴，搁落湿雨，委托行街区一年一届重要的活动成功日，也是成袂少人伫来个遮，共同参与委托行点点的活动。在地店头甲表演团体是拢真拼死，希望互街区有新的活力。有这个所在，互我唱歌，互我表演，了才有现在的我安尼。看到他们这样，我都来看，都这济老的啦，都有很高兴啦，欢迎你们大家一起来。已经衰微的委托行，
在家人的少年家因的打拼之下，当慢慢兴起来。这条路虽然辛苦，不过这家人囡仔用行动和家己故乡的文化，就亲像点灯的灯火同款，继续在这个河道发光。记者陈南珠、陈建宏，家人报道。受冷气团影响，今仔日是真寒，也若明仔载的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0度到20度，中部地区10度到23度，南部地区12度到27度，东部地区13度到23度。高岛地区7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稍等一下继续收看青春台的网，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